宝林地石的事件，致使一个39岁姓李的查甫人，佮一个66岁姓杨的查甫人死亡。检方今仔日安排解剖鉴定，家属希望检方赶紧找出死因，替死者讨公道。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，真紧就会有答案。 宝林地石发生重大涉案事件，到底是食到炒粿啊，还是其他原因夺走2条性命？个人拢真关心。为了要查清楚死亡的原因，检方除了查考监视器档案、甲餐厅相关的证物，再去也伫邦桥殡仪馆解剖39岁姓李查甫人、甲66岁姓杨死者遗体，要进一步查清楚死亡的原因。今天上午都要进行解剖鉴定。那取得检体以后法务部法医研究所 会同疾管署，还有台大荣总的毒物检验中心共同来查明死因。早起9点外，姓李查甫人的家后甲小妹来邦桥殡仪馆协助查清楚案情。因面对镜头拢无讲话，一直到早起10点解剖结束了后，姓李死者的家后行出解剖室，表示翁婿死亡迄天伊就随报案，希望替翁婿找到公道。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、司法机关 可以还给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，其他的结果我就不再方便透露。非常谢谢各位。蔡清祥表示，3个地检署会全力侦办这个案件，解剖了后会赶紧会同相关的动物专家做伙来讨论，一定真紧就会当得到初步的答案。目前各种可能性拢无排除，检察官会一项一项查清楚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